位于南区大东路对健康路到大拿路区域的新生里，因为翻看侪条的巷道，自民国88年征收为大拿新城国体以后，社区的道路甲水沟就都毋捌征收过。对处理长王安国透过议员林美燕来订正，希望公部门会用的来斗3工。这里这个侧沟哈，因为长久来讲，就是说经常都会堵塞了，那就希望这一次请我们林美燕议员，可不可以请环保局来协助我们把这个侧沟哈帮忙清理一下？因为今天管委会也没有这种工具。当说环保局能够帮忙的话，这是非常的感谢他们。因为在民国88年到现在已经23年多了，我们的公部门在道路的重铺上面，到水沟重建上面，完全没有看到公部门来做的就是修缮的个工程呐。那我们只有质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因为这段时间道路的毁损越来越严重，很多的长辈因为这样而跌倒。那我们希望公部门是不是哪个问题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希望他们能够去克服它，那把这些资源能够来到我们新生里，因为至少它是一个里，而且它整个的组合都是一个巷弄，它是大同路2段几巷的在公部门已经是既有的巷道，既有的巷道。那我们希望说，在公部门、公务局这边包括养护科这边是不是能够去克服一些法令，然后把这个道路重铺啦，以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、友善环境给我们所有的住户。对此，市府工务局永和科请工程师黄玉婵表示，因为内面的巷弄，管委会有设栅栏来管制，依照法令是属于私人的使用。不过，议员表示，因为整个大拿新城因为人口多，拢是属于新生里的众人使用，因此希望公部门会用的来处理。所谓基层巷道，它其实它要成立大法官其实有做相关的解释，它要形成公共第一，它必须有一个时间的形成，它很明确的说大概要不负记忆，然后大约是20年了。你可以所以不是，所以依照你要看到，它其实它有管制行为，现况就有管制行为。它这个管制行为如果拿掉的话，是它必须我的那种先决条件，公部门进来，第一它已经成为巷道了，法定规定20年，它已经23年了。这是一点。20年是没有围阻，对，但是它是那它目前就有围阻了。除了巷弄道路甲水沟也有争议，另外伫污水下水道方面，因为水利局承诺袂去动用管委会的公用用地，不过施工前也是需要管委会、区全会的同意，水利局才会来施工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